吧，呀，这西头你不放心，弄小龙就是他把汤，西头个把这样，是不是？对了，这西头你不放心，小龙就是他把汤。好了，我这开始，一步一步开始，一步一步开始，一步一步扛起，把这个东西。我接受，咱们打的不错，俺这里把什么样折腾，小气的不给你把它，小气的不给你不用把扛起，小龙就能接把当，气的搞把怎样？有的，这呀，小龙就能接把，这个把怎样把扛起，小龙就能接把，这个把这个把怎样呢？这个把你一个，那么这个把你不能把什么样折腾，红包给你，没了。红包给你，对，我觉得有点不一样。哪里的？有的把这么个东西接把上，其他他们就直接塞把这样，他去，没去，他们这样，那么就直接，打起来，打，那么就直接就是吧，他。你我这个接吧有，你接的是八斤，呀，那么就真出。哎呀，然后那记住了，那么接吧对，那什么接吧对，呀，那么接吧谁在接啊？还是现在大多，你不是，有些，有的把什么接了，有的把什么接了，呀，其他那接吧，有些，那接吧没话，你不空了一些，到底是吧？你现在的年末就就是把前面那家，你现在的年末，走，这就是我这就是当最后的就是这，哪天的，这就是那最后的就是这样嘛，就才是一百。聪明啊！